他除了是文学家以外，他还一位行动者，他也是一个实践家，除了文学创作以外，他对国家的，尤其是台湾的主体性非常关心。台湾人的国格主义的形成，一直是他悬念、永远挂念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去参加这是他的行动力的方面那他当了台湾笔会和客协的会长，兼任2个会长的时候，他更是积极的不但去推动，也利用他手上的资源去支援其他的政治团体，争取台湾的民主和自由所以讲除了文学家以外，他还一位实践者也是一个运动家。那至于他的另外一个，我想可以算是成就的，就是他对客家的贡献他对客家有非常强烈的认同。在整个客家运动从解严前，他从事地下电台，一直奋斗，一直争取，一直到解严以后，才可以地上化，才可以公开化了那时候还发起了母语运动不过整个来讲，他最重要的是提出了一个论述就是新的客家言他们为了也在发通做了一首诗有谱成曲连麦有人出来唱也在这个所谓的论述的重要性是客家人不要再沉湎于以往客家的那种光环。其实常来讲，黑毛客话如毛客言这种客言就会灭绝了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他作为一个客家人，他就以复兴客家文化为己任